每一年農曆的7月初5是七將軍的聖誕，台中大里七將軍廟舉辦祭典，紀念7位將軍英勇的事蹟。大里國小人獅團的囡仔輪流上陣，展現可憐的武藝，嘛希望甲新兵表達敬意。開心練啊，有那個鑼鼓，就是銅鈸、敲銅鈸，還有那個打鑼。我們接受很多的訓練，有騎玫棍，還有獅頭獅尾也要練。帶來舞獅，還有彎刀，還有空拳、耍棍，還有相關的兵器表演。當年舊曆7月初5是七將軍的聖誕，廟方都會舉辦活動。今年為15開始，安排社區甲學校帶來表演，嘛邀請團商來參與。我們生活當中呢，日常用品也是我們打擊樂裡面可以展現的一種樂器方式。我們帶來的是垃圾桶的演出。晚上人擠人了，擠不過去，大概都是上萬人。連續3天熱烈滾滾的活動，邀請民眾做伙來參與。